再来看有媒体指出，讲总统热前伫8月按时要去中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、瓜地马拉、佮贝里斯访问，会过境美国。也毋过，总统府甲外交部是还未证实。今仔早起，总统是接见瓜地马拉国会议长罗姆斯的访问团，嘛先对瓜地马拉最近发生的地动伤亡来表达慰问，嘛正感谢友邦的小天。感谢罗姆斯议长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。 除了代表国会签署友台决议文，也针对中国错误诠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发表声明。来自罗姆斯议长和瓜地马拉国会的支持，让我们非常感激。未来台湾和瓜地马拉作为全球民主阵营的重要伙伴，将继续并肩同行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价值。 媒体是指出，讲总统热前伫8月会安排上任后的第2届访问，会去访问中南美洲3个友邦巴拉圭、瓜地马拉甲贝里斯，嘛准备头1届来过境美国，会经过纽约甲德州的达拉斯。也毋过，总统府是也无相关的说明，只是强调讲，若有确定会随向国人来报告。